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那北客今早起达成协商，有6项共识，要用民调来推出正副总统的组合。那日赢是要公布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咱台湾 APEC 代表张忠谋已经到旧金山，那15摆10会，美国会呼吁中国唔通介入台湾的大选。因为等待捐器官的人侪器官中心拍算要搁再开放无血缘关系的人捐器官，但是医学界烦恼讲会有器官买卖问题。国民党、民众党今早起经过2点外钟的协商，由前总统马英九做见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也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达成6项协议。由马英九、国民党、民众党拢推荐民调专家评估这77到17各界民调结果，而且也甲双方内部民调列入来。另外，双方是拢同意，若超过统计误差，由赢的人摕1点；那伫咧统计误差范围内，由后挂配摕1点。18会公布民调结果。4个人个手搭咧做伙翕相，写台湾政党合作的历史心页。香港则是上尾的南北合协商15开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做伙参加。伫前总统马英九的见证之下，经过2点外钟的协商是得到共识，决定用全民调决胜负选出正副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讲，这摆毋拿第三波民主，会对联合竞选到未来组成联合政府。大家放下个人。在政党的合作下往前迈进，完成第3波的民主改革。联合政府如何组织、如何运作，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尝试。那我也希望说，在马前总统的见证之下，可以让我们台湾的历史往前进。至于结果怎么样，还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我们为台湾的政治史上缔造了一个新的纪录。那北合是达成6项协议，马英九、国民党和民众党拢推荐民调统计专家评估77到17各界民调的结果，放入国民2党内部参考民调。双方同意讲，若超过统计误差，赢会得1点；若伫咧统计误差的范围内，都是后挂配得1点。18马英九基金会公布结果，2党会做伙组成竞选委员会全力辅选，嘛承诺成立联合政府。除了国防外交2项是总统决定，其他照各党派立委协助分配。民众党管监督制衡，国民党管建设发展。侯友宜嘛针对国民党退让无国坚持政党比例民调做出回应。我们都希望大家释出善意，一起面对政党合作，让政党合作能够符合人民的期待。郭文哲下晡和学生对谈，地球对外和气氛是真热，重点放伫计心、找无头路和关处界。讲到确定南北合，郭文哲讲，投下国民党，但是更较切民进党。请假吗？谢路，你有没有投票权？我的支持群众都是没有投票权的，学生啦、外劳啦。针对青年的权益，郭文哲认为讲18岁公民权无过关是人性上恶质的一面，同款要拍拼鼓吹18岁到20岁的人来支持18岁都有公民权，但因满20岁的时阵，就会当透过投票来做出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今日公布，这静管移动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排伫咧第1，那反制假信息的辛碧荣排伫第2。兴华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理事长张雅玲排伫第3，那第4到11呢，拢是现任立委。党主席赖清德表示讲，希望透过这份不分区立委名单，和守护民主、保卫台湾，加做上侪人的翕牌。我期盼通过这份跨党派、跨世代以及跨领域的名单，能够让守护民主、保卫台湾的这一派成为最多数派，而坚持民主自由的生活现状，也应该是全体国人的最大共识。民进党无分区提名名单公布，党主席赖清德讲，这是因应未来20年台湾社会变化而建立的行政甲立法独备的人才。由尽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排第1，反制假信息专家辛碧阳第2，反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理事长张雅玲第3，加交通安全邻里作战这领域列入。第4到11名拢是现任的立委，有个安全名单第12名是文化界代表演员纪玉清，不过名单因法派系不满，正国会5人缺席中执会90倍数。
阮何讲话红看不起，一个都没有。我们不是没有人才，他们不用，所以我非常愤慨。不过，外界真关心的前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周庆明拢无列入，医界代表无伫安全名单内，也引发讨论。另外，副手人选下礼拜就会公布，赖清德竞选总部爱外界免独家猜测。对于中国国台办讲赖萧培是相斗的组合，也随时说明反驳。国台办今天的发言根本是以恐吓为手段，试图影响台湾选举，但对两岸和平稳定、区域繁荣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另外，对国民党甲民众党协商也表示，无论知影电影安怎整合，都袂影响既定的选战节奏。呼吁两党总统候选人比较赖清德候选人，提出完整的国情环境，互民众检视，卖互分享不同利益，正是两党合作唯一的共同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政府也积极防止境外势力影响明年大选。国内常常有里长接受中国邀请去遐参观访问，这是真接使用的统战手法。不过，行政署长黄明昭表示，要查境外贿选真困难。内政部长林佑昌认为，这里长的旅费加实际支出的金额有争差，就会立案侦办。特别总统大选，中国间接选举手法正多，引起关注。陆委会15指出，中国透过文攻武吓，包含武器批评特定候选人，再从是台海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加引导选举结果是好战选择，各运用经济施压手段，操作台湾农渔产品销去中国，伸手后棒，制造区隔对待。如果阿公阿嬷受到招待，上了游览车，有人跟他们说要支持某某候选人，那过程当中呢，这个可能住了4星级的饭店，然后这个旅途呢，他可能只花了1000块钱。那有没有构成贿选罪啊？这个是属于检察官、司法机关啊，他们全责。难道这个调查局分析境外势力干预选举，区分境外资金计算、网络选举搅盘、散布假信息干扰。内政部为7月统计到即马，警方查到贿选52件，选举搅盘90件，选举假信息9件。不过最近有真侪里长受邀请到中国参访，外界认为是中国统战团手法，甚至造成贿选立委质问，为何检警一件拢查袂出来？行政署长黄明昭承认，境外贿选真歹查，内政部长林佑昌指示会立案侦办。前几天都抓了蛮多的一个理由贿选哈，但是确实针对这个境外，尤其到境外做这种这个贿选的一个行为的话，确实比较难查一点啊。这个要从各个面向来突破。这个现在机票那么贵啊，你怎么可能出国只有缴这个1万多块？好，所以我想，如果类似的这些案件，我想我们会来积极来处理。针对有受刑人争取投票权，中选会主委李正勇表示，个别投票人有特殊原因无法度顺利行使，爱伫法制面克服解决，是毋是伫家家设投票所？李正勇指出，家家区分监界何区、监所范围之内，如何来设是一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警方今去抄大虎美路创办人吴祖伦的徛家，伫现场也抄到这大麻熏油，也发现有一个西洛西宾毒朱古力豆含茶包，因是甲警方承认讲进前有食大麻。另外，警察是搁再查到有史以来上届大战的安徽他命走私案，查超过1栋的安徽他命含100多公斤的茄仔，这款物件呢，市民价值拢爱到24亿。规排车单要通过管制哨，大批警察就冲起来，甲人甲车拢砸落来。原来车顶一袋一袋看到敢若粪扫的物件，内底煞拢藏毒品。以补给的名义，将4个大的太空刀，夹下货轮。那里面呢，外观则以垃圾当作菜底来进行掩护，实则上里面是大量的毒品，史上最大的一个安非他命走私的毒品案件。历史上上届大量安非他命的走私案。警方调查，卖毒的集团派货轮为越南外海，把毒品接过手了后，驶入去高雄港，再用粪扫做暗号，把这毒品搬上车，想要走私来台湾。也若查扣的安非他命数量超过1吨，K 他命嘛有上100公斤，换算市值是要加24亿的台票。为船长甲车队的人员，再搁到幕后的主嫌，今年8月份涉案的8个人全部拢抓起来。警方哪掠走私，嘛哪追查咱国内有啥物人咧食毒？
伫个望红石面雷了了后，新北市刑大15个出动来扫毒。麻烦你有没有出示收图照片？刑警雄雄去搜查，伫内底发现大麻。来开门的这个查甫人，就是台虎工艺美露创办人吴祖伦。警方甲问了后，伊讲这是朋友予伊的，嘛承认伊为旧年开始食大麻。几啊个月前，因囝出事了后，伊就无搁食。不过伫个查扣的毒品内底，竟然也有人讲是违反杨果活性成分的西洛西宾。有3包含有第2级毒品西洛西宾的巧克力。毒品目前是并没有向外流传的部分。最近还有使用吗？在家人面前吸食，会不会觉得很丢脸？查扣到230克的毒品，除了伊家己食以外，敢有流出去，也要继续来追查。迄若同一天，警方嘛伫个另外一个查某人因兜超出大麻甲食毒的假尸。伊甲吴祖伦经过验尿了后，2个人拢互移送检方复审。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最近抓到一件被到3公斤的毒品，是藏伫咧100度的后壁，想袂到时想要安尼来走私。警方是甲这100位呢会轻拆开，才发现这毒品，这价值是有上千万。目前是有抓到4个嫌犯，也若主嫌是走路去到泰国，也对伊发布通缉啊。高卫庆立康交开发现毒品。今年3月，航警局甲关务署台北关伫桃园机场美商优速比快递进口专区，查到一件以包裹的方式为泰国进口卫庆，内底藏毒品的走私案。现场查扣证物，第1级毒品海洛因2956.8公克，初步估计市价超过1000万的台票。查获以画框夹藏第1级毒品海洛因，毛重2.95公斤。初估市值逾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这件用卫庆走私毒品的案件，专案小组持续追查，当场抓到来领货姓陈甲姓蔡2个嫌犯。后续会同全台湾警方11个有关单位侦办，调成100支监视器分析甲过滤。伫屏东抓到踮伫台湾接应专门制造毒品姓翁的嫌犯到案。另外，经过几啊个月部署甲追查，伫桃园阁抓到另外一个姓刘的主嫌。全案共计4名嫌犯到案，并针对泰国在逃主嫌李某发布通缉，持续追捕。专案拢总抓到4个嫌犯到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嘛持续对抑伫泰国逃亡姓李的主嫌发布通缉，要来抓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检署呢有一个姓陈的检察官涉嫌性骚扰，一个检察官骑脚踏车，和一个骑奥托摆的女性呢相挨，2个人针对这赔偿的方式超袂好势，想袂到这个检察官竟然甲伊讲，你无钱通好赔，就用身躯来赔偿就好啊。这桩案件呢，检察院也通过弹劾，这个检察官向移送庭改法院审理。去现场勘查。这个姓陈的检察官办案是真认真，伊办过大破流酸的案件，顶一日煞标出涉嫌强性骚扰。今年5月，伊骑铁马要转去厝邻的时阵，甲一台奥多摆相挨，伊甲对方讨赔1000块，不过对方讲分厝顶的钱无够，伊就叫对方现身，予伊当作赔偿。无论这话伊是挑工的，也是无心的，拢互这个起诉感觉心内真无爽快。这个检察官即马嘛去互监委提案弹劾。事实上，他是一个没有性平意识的检察官，所以在纠纷的时候才会用这样。虽然他一直说他是嘴贱，然后是这个开玩笑的，但是这已经扼伤了整个司法的形象。监委指出，姓陈的检察官假做司法人员，无以正当的管道处理纠纷，讲话各用有性意涵的话语来共骚扰，互对方是感觉真惊吓，威胁情形真明确，监院全票通过弹劾。其实检察官除了工课上爱守本分，私底下一举一动嘛爱有站责。检察官不只是说他在职务上要这个守法啦，他在生活上、在社会上的一些行为，也不可以贬损检察官的名誉啦，让社会对司法产生不信赖啦。姓陈的检察官去互弹劾，伊所属的台北地检署对决议是表示尊重。知影这个案件了后，嘛已经移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做行政处分。检评会11月初嘛认定伊无廉洁主持，损断检察机关的形象，有处分的必要，报由法务部移送庭改法院职务法庭。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违规记点的新制度引起职业驾驶反弹。交通部长王国材宣布，明年6月进前呢，伫这路口公车站附近，若种违规临时停车，敢若罚款未记点。不过呢，这2台车若是烧牌的违规停车是真危险的，那会罚款同款会记点。关于并排哈，因为在路权团体也反映非常的多哈，他们觉得很危险。所以我们昨天也经过跟运输业的这个讨论，那也跟路权团体的沟通哈，那现在就确定这个并排停车这个部分还是会记点。王国材表示，暂时无记点，只是暂时的做法，因为临时停车的空间确实不足。强调明年6月各地方政府呢，这黄线也有专用车架啊，拢爱规划完成。伫明年6月进前呢，若伫咧路口公车站附近乱停车未记点，毋过会罚款。若2台车烧牌违规停车较危险，毋若罚款同款会记点。疫情过后，就医人数增加，致使这健保点数煞来变保去啊！健保署今仔日就伫全民健康保险会提出补贴方案，经过4点外钟的讨论，健保会委员大多数拢肯定医界伫疫情期间的贡献，认为是爱补助。只是讲这补贴来源，付费代表拢有无共款的意见。若准爱补贴呢？这顶半年上无爱40亿，目前是还未有结论。新冠疫情了后，因为免疫负债等等的因素，就医的民众大幅度增加，医界烦恼健保的点数价值怎安尼保起，平均1点无到0.9块，恐惊冲击医疗因素财务的状况。卫福部健保署15日全民健康保险会提出补贴的方案，经过4点半钟开会讨论，大部分健保会委员拢肯定医界伫疫情期间的贡献，嘛拢认为应该爱给因补助。如果以第1剂跟第2剂而言，那么中医的部分呢，都符合动资条件。好，那西医基层的部分呢，那么是符合第2剂的时候才符合动资条件，第1剂的它的点值仍然在0.9以上。健保署表示，包括中医的第1季、第2季，甲西医基层诊所的第2季，点数的价值拢降到0.9块以下，符合补贴的条件。总额爱补贴差不多11亿。现在病院的第1季、第2季服务量嘛直头增加，不过数字也要精算，初步估计爱补贴30亿左右。现在补贴经费的来源，付费者的代表主张讲，应该爱由公部预算来支出，不是用健保安全准备金来付。不要轻易的去动健保财务的脑筋，好，这样子无疑是政府把健保的这笔钱当作是他政治公关的提款机。健保署强调讲，健保的总额原本就有变8亿，非预期风险甲政策改变的预算。加上政府今年报补给健保240亿的公务预算，应该有够补贴。不过上尾补贴的方式，要是爱由卫福部长许水源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呢有1万多人等待器官捐赠，受到疫情影响，捐器官的人也变较少啊。这器官中心打算要搁再开放无血缘关系的捐赠，和朋友之间呢也会当捐器官。所以因为牵涉到修法，搁爱有专家的讨论。另外，医学界也伫咧烦恼，若准安尼情形出现，恐惊会出现到器官买卖问题。虽然即阵医学发达，不过有一寡疾病也是经由器官捐赠才法度延续生命。根据器官中心的统计，国内就有1万多人等待器官的捐赠，其中以单邮寄8699人等待人数上多，佮再来是眼角膜1268人。过去3年受到疫情影响，捐赠的人只有200-300人，实际受赠比例是非常低。这种器官中心建议扩大器官捐赠范围，除了血亲甲翁仔某以外，佮开放非血亲捐赠，和朋友中间也应该捐赠器官。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在临床实务上很难去界定。即便是透过了访谈，或是透过了精神评估、心理的评估，你都没有办法去避免掉任何的对价关系。扩大器官捐赠范围针对是未伤害到捐赠人，所以讲器官中心伫捐赠器官内底也有限制，考虑开放邮寄、肝脏加肺脏这器官，其中一个以邮寄可能性上悬，即进前开放翁仔某中间捐赠器官，就让烦恼假结婚真买袂器官，所以严格规定必须结婚2年以上，也是生育一个囡仔伴侣才用器官来捐赠。就一旦扩大器官捐赠范围，有专家就烦恼会衍生器官买卖问题，政府必须来研究出严格配套的说法。
要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希望说，我这个朋友给我，那可能 undertake 我在牌面下可能会有一些考量的。只要真的掉入说所谓的用买卖哈，我常常就想说，有钱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哈，在各个医院里面的伦理委员会一定要妥善的把关。当然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去做评估。那这个也需要透过修法。到底要安怎杜绝关键背后的利益的交换？卫福部也伫最近召开专家会议，来结合社会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防指控有说哈马斯地下总部的加沙地区西法病院，连续受到这空袭了后，15个再受到以色列军队攻击。目前加沙地区进入到雨季，那这落雨积水拢未退，灾民生活是愈来愈困苦。那这病院呢是有一大堆的尸体无法处理，随时拢可能会发生这公共卫生的危机。14是加沙入冬了后头一个落雨天。雨水程度空袭了后，累积的营业，互空气变得较清气。不过雨季到位，加沙的人民煞是无啥欢喜，因为因避难大的布棚无法度制载透风落雨，伫雨季的時陣，隨時都有可能會放棄。The systems are not good enough to absorb and absorption and all the sewage and water management and all of this. So the streets would really flood. This is in a normal day. 雨季互加沙的民眾伫真正的生活是更較艱難。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當地因為啉的水環境惡化，無法漏下的情形，累計到達已經有3萬的病例，是平常時的15倍。因若雨季造成的積水，恐驚引發更較濟傳染病。因若加沙上大間的西法病院，內底有放120外具遺體，因為以色列也被批准會當落葬。伫淡濕佮無通風的天氣，病院的氣味是愈來愈歹味。The very bad smell there, and we are sure all kinds of infections and diseases will be transmitted from that one. 有民眾報告以色列感受批准，就是伫病院附近，就直接把這個遺體抬起來。以色列甲哈馬斯爆發衝突以來，加沙的病院持續伫醫療物資嚴重欠缺的情形之下，13傳出西法病院加護病房的5個患者，因為欠缺上述的設備，全不幸死亡。紅眼病房的保溫箱嘛因為斷電，幾下早產的紅眼去互緊急轉移。不過以色列並無暫停對病院的戒備。Hamas and PIJ members operate a command and control node from Al-Shifa Hospital in Gaza City. 以色列連續幾日間空襲西法病院，15透早西戰車攻入去病院內底，要求內底哈馬斯的成員都喺投降。聯合國預估，病院內底收留的病人甲民眾可能超過1萬人。都市要行動，互民眾的困境是無比嚴峻過。公視新聞梁淑芬編譯。根據到北韓官方媒體的消息，北韓政府在這個月11甲14呢，有進行彈道飛彈的固態燃料火箭的嚴謹燃燒測試，也因為固態燃料火箭對縮短發射準備時間有真大幫助。這個發射呢，遂引起附近國家的關注。北韓真早就掌握固態燃料火箭的技術，頭一擺應用在洲際彈道飛彈頂面，是伫2023年4月13試射火箭18號。外電引用的北韓官方消息指出，11月這兩擺測試的火箭引擎主要用在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的中距離的飛彈。早期的長程飛彈攏使用液態燃料引擎，在飛彈發射進前，由外部助力器液態推進至到火箭的燃料艙，互這個飛彈發射的準備時間也較長，也較會互敵國衛星偵測到。因若所有的固態燃料引擎發射時直接點火就用的，大大縮短發射準備時間，較袂互敵國來偵測到，也提懸突出的效果。就在北韓測試新型火箭引擎的同時，俄羅斯的天然資源甲生態環境部長科茲洛夫第14到平壤來訪問。這是9月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甲俄羅斯總統普廷高峰會以來雙方上懸層級的活動。西方國家最近間接指出，北韓將用上百萬發的國型氫炮彈誘惑俄羅斯用在烏克蘭的戰線，因為俄羅斯甲北韓是攏堅決的否認。不過，烏克蘭這方面卻是繼續面對炮彈嚴重欠缺的情形。
除了美国以外，英国、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拢支援数量不定的大炮给乌克兰。也若为着发动所谓的大反攻，乌克兰多摆要求欧盟甲北约组织供应大量的炮弹给乌克兰军队。进前欧盟北讲要搁提供100万发的炮弹给乌克兰，但各个库存炮弹会用的资源拢管出去啊，也是只有30万发。Die gesagt haben, Vorsicht, 1 Million ist leicht zu beschließen, das Geld ist da, aber die Produktion muss da sein. Die mahnenden Stimmen haben jetzt leider recht. Wir haben mit unseren Rahmenverträgen einen großen Teil beigetragen und werden das auch weiter tun. 不过，自头制备前用讲的来支援的普海三国是强调输人唔输阵。1 million rounds are symbolic. I think aspiration and ambition is important. 另外一大问题就是欧美国家因供应武器拢是北约组织的规格，因为乌克兰现有多数的前苏联制火炮规格无同，完全是无法使用。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人类一直有移民其他星球的梦想，也希望讲会当伫咧其他的星球继续生活。伫荷兰呢，就企业成立这太空城市研究公司，伫咧无当地环境之下来培养着这胚体，为着这移民外星球做准备。当地球人为了应应气候危机，小事发热或者是流星的攻击，想要搬到别粒星球的时阵，要安怎伫太空中拖后代？要安怎有安全的太空性行为是真困难，因为无动力，两人拢浮伫咧半空中。所以，即马荷兰的太空生育联合公司正想要伫咧太空中培育胚胎。It's important that the Earth and humanity can become a multiplanetary species. 这么因从对实验室的鸟鼠开始，搁再采用人类精卵细胞，得到一当进化的胚胎了，加分冷冻放慢伊的成长，和飞行器伫咧转来大气层的时阵保护胚胎。兼顾甲太空中培育的胚胎放入妇女的体内，生出来囡仔会有伦理道德的问题，所以这么即个拿私人企业伫咧做。This is a space station for yourself. 这么是伫模拟嘅引力嘅实验室内面进行。2024年年底就会早有鸟鼠细胞嘅飞行器飞去太空做，要拿人类嘅胚胎要等5-6年。It's a delicate topic to the radiation that is much higher than on Earth, to different gravity environments that embryos are never designed for. 48岁艾德布洛克讲。太空生育联合公司是唯一想要伫咧太空中培育人类胚胎企业，因故伊强调，因的研究是或者人工体外受精的程序，只不过是伫咧太空中进行，伊也有信心会让伫咧伊在生的时阵，就看到人类囡仔伫咧太空中出世。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台湾的 APEC 领袖代表张忠谋今去到美国旧金山，驻美代表萧美琴亲身介接机以外呢，交包也热情欢迎。不过，今日和美国总统拜登伫咧 APEC 的场边一对一会面，张忠谋是无做回应。也若伫咧宴会顶头，张忠谋特别感谢萧美琴伫美国替因安排，互代表团会当顺利参与 APEC 会议。Welcome back to San Francisco. 驻美代表萧美琴迎接咱国 APEC 领袖代表张忠谋甲夫人张淑芬到美国旧金山，50多位当地侨胞也伫张忠谋所在饭店热情来欢迎。领袖代表来到旧金山，感觉怎么样？谢谢哈。很期待吗？对着媒体提问，是不是甲美国总统拜登伫 APEC 场边一对一来会面？张忠谋无回应。伫欢迎晚宴，张忠谋致辞时特别感谢萧美琴伫美国各种的安排。在这，谢谢他。其实他做的远不止就今天欢迎我们。假如不是他各种的安排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快乐的这个情况之下来到这来开会啊。当然，我们面临了还有好几天的这个会议，还有蛮多的辛苦、艰难的工作要做。张忠谋希望这摆 APEC 有真好成果。萧美琴是讲，今年 APEC 主题是为各方创造有韧性而且影响未来。甲总统蔡英文推动的议题是真有相关，希望经由代表团的努力，和台湾甲国际接起来。
相信在张领袖代表的带领之下，今年的 APEC 代表团能够再次的展现台湾积极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未来几天的会议，虽然大家会很辛苦，但是也会有非常丰富的收获。记者综合报道。在 APEC 期间呢，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当地时间15早起进行会谈。拜登表示，美国这届主要目标是要重新建立美中正常的联络管道。不过，美国高层官员也强调，会对中国表明，呼吁中国唔通介入台湾大选。今次专机会手抵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当地时间14到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会，期间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是习近平伫过6年了后亲身到访美国。美国高层的官员，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拢去机场接机。拜习会是暗算15伫旧金山湾区费罗里中园举行，会针对全球性和美中双边议题，包括人权和台海议题等等，进行长4点钟的会谈。拜登伫出发去旧金山的时阵强调，虽然中美双方伫真侪议题意见拢无同，美方无求和中国脱钩，即摆上重要的是重建两国正常的联络管道。To get back on a normal course of corresponding, being able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if there's a crisis, being able to make sure our military still hav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去年8月，迄当阵的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台，中国就切断和美国的军事联络。即摆拜习会是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伫1年来第1摆面对面的会谈。虽然两个人去年11月伫印尼的巴厘岛会面，迄当阵的双边关系嘛较无遐紧张啊。但美军伫今年2月指控而且甲中国间谍家几拍倒来了后，关系是搁一摆恶化。美方的官员就希望即摆会面会当减少双方的冲突，嘛向中国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但嘛表明若中国有任何对台湾明年大选的干涉，美方会关注观察。伫美中的领导人到旧金山迄天的早起，中国民运人士就封锁等等，用无人机诱开为因结束中共自由中国者英文字的超大型布条，飞过旧金山市区的空中。另外有几百个示威者是做伙伫领导人车队会经过的路面，举标语和台湾和西藏的旗仔来抗议，但是嘛有人伫亚中国国旗伫欢迎习近平。公司新闻neu眼编译。交通部宣布，明年3月初一开始呢，要开放旅游团去到中国。不过，陆委会所表示，要限制一日上座2000人次，和旅游业者是真不满。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到时阵呢，业者出团的人数若准超过2000人者，交通部会和陆委会参详。明年过年之前呢，会公布详细办法。交通部宣布，明年3月初一开始，解除到中国旅游团的禁令。各大旅行社也尽全力伫咧抢疫情了的商机，开票付定金的旅客只有已经上班。无想到讲，陆委会第13讲，初期一天只敢若限额2000人，和旅游业者正着急，讲到底是啥人讲的准等算？1万多个人买了，那你说你限额2000个，那请问你是配额到底要怎么算？那这些损失纠纷算谁的？难道现在是有2个政府吗？业者认为，每月出团去中国，等于是逼旅行业者行朴实的地带，消费纠纷也会变多。尤其是2019年，台湾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有400多万人次，这么一天是限额2000人，到底要安怎分配也是问题。因为只有2000呢，要用抽签吗？还是用规模大小？你徒增这些业者的困扰。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限额应该是今年8月的方案，一个加陆委会讨论细节，明年春节进行会公布。如果明年大家讨论到最后的确有那么多团的话，我想我们要跟陆委会在做细节的部分，再来做一些讨论。去中国的金团联放松，也过是限额，部会无强调，和业者一粒头2粒大。李奇玉更加讲，观光业界真侪人拢期待在野党会当团结合作。无希望意识形态绑架观光业的文化甲生活。王国材是替陆委会讲话，讲陆委会应该是想要分阶段解除禁令。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鸡卵介绍一斤已经6、7块啊！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呼吁早餐店限制餐饮业者呢，会当甲这进前反映的成本起过去的介绍，搁再做一个调整，也鼓励这民众会当加食一寡国产卵。对立委问到讲，敢会停止进口鸡卵呢？农业部强调会继续保留含澳洲的合约，以防欠卵。鸡卵的产地介绍佮批发介绍连续3届落价，逐台斤累积6、7块。产地介绍嘛落甲剩无到40块。农业部搁一届呼吁暂停使用液卵的部分管区营养午餐，会当量早来解禁。中省国内鸡卵恢复产能，市面上拢是国产卵，深受社会的介绍保卫战。农业部表示尊重市场机制，但无乐见继续来了。蛋农已经本身的利润其实蛮微薄了，那继续的下降，其实对蛋农并不好，对消费者也不好，因为当你的鸡蛋继续下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那蛋农可能就会弃养，那弃养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希望营养午餐重新采用国产液卵，农业部嘛鼓励后端的市场像早顿店，介绍卖当适度来调整，让消费者更较愿意来食国产鸡卵。国内鸡卵产量回稳，是毋是就要来全面停止进口呢？面对在野党立委质询，代理部长陈俊贵讲出肯定的答案是未停止。你113年编了你的进口蛋是1亿多，你现在要不要自己测啊？我不会测的，因为我想未来的12月到1月还有它的风险，所以我们的库存是滚动的。好，我再告诉你啊，部长，农业部表示，目前进口鸡卵合约仍存澳洲，按照规定，若讲咱有需求的时阵，会当伫2礼拜进前来通知澳洲。目前评估11月底到12月，恐惊受到禽流感疫情的影响，绝对袂当看到即马鸡卵平稳，就安尼来放心，所以维持安尼合约来准备未来需要。记者林俊梅、贾正林台北报道。高雄目前30年以上的厝呢，占超过50%，这围脑改建的比率伫咧6都内面是尾啊2名的。伫凤山呢，就一栋13层的大楼，是对30年的老厝改建的。市政府要鼓励这旧厝登记，除了对行政流程简化以外，另外搁再补助6万块，希望带动民众意愿。大家湾港的大楼正咧申请使用执照，上计后个月就会当开始卖。这栋大楼有13层楼高，拢总有42户。进前是2栋小甲的透天，已经超过30年，拢总有5户。这嘛叫做高雄凤山头一栋大楼型围脑建筑完成案。53万户左右啊，是需要更新的。我们应该要给我们自己有更安全的家。虽然凤山有这个成功的案例，不过围脑建筑的中建成果看落算是无偌好。副市长林启盈讲，高雄围脑建筑的中建伫6都内底排第5。目前高雄市30年以上的厝有58万1000栋，占52.8%。为了增加民众的意愿，市府设咨询服务站，简化申请的流程。嘛，伫中建计划核定了后，除了原地补助的5万5，会搁加补助6万块。市政府就是委托我们高雄市建筑师工会来辅导民众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高雄市各区几乎都设有服务的据点。建筑师工会表示。围脑建筑中建一户嘛会当做，听数甲达成率拢会比图建较简单。不过建筑的成本一直起，嘛互国内部分地区因为厝价起的幅度有限，负担的成本变悬。围脑建筑中建的意愿也是无大。伫2021年进前，围脑中建的申请4年来有2000件，即嘛算是增加了1万。有增加到许多容积啊，所以这个也会增加让地主或是说开发商他更有意愿，因为把整个基准容积有稍微拉高了。成本加悬是趋势，不过毛建商的看法无同款，认为用这种例是诱因，嘛互市府除了鼓励个体户，嘛希望增加宣传的力头，互旧社区会当共同参与，带动建商投资的意愿，才会当翻新这个城市的旧建筑。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埔子是家己海线正重要的所在，那经济正发展。早前呢，真侪医生馆，为了要互人知影这段历史，家己县强好生活协会举办老医生馆的行托，并从对这医疗文化的角度来认捌埔子。好，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埔子第一代西医，医疗文化馆的馆长有紹介埔子医療發展的過去。這間有93年歷史的醫療文化館，進前嘛是一間病院，內底閣有真儕較早留落來的物件。
家己关共好生活协会用这个所在做起点，带民众用检测的方式来去认捌埔子较早的医疗历史。希望透过医疗历史文化的为主题的小旅行走读活动，让参观者能够细致的了解埔子在地的历史、医疗文化背景。经过老师的介绍以后，阮会当较清楚讲，原来埔子毋讲加有即个配天宫，咱嘛是有讲即个医疗的文化，会当互咱外口外地人会当来了解。协会理事长讲，较早的埔子是嘉义县海区上发展的所在，迄当阵上侪有实已经病院诊所，这个病院建筑就是埔子都市发展一个真重要的记号。埔子呢，较早呢，就是咱即个嘉义山线要来去海线的中心点，就是政商中心就对了。埔子呢，较早足欢迎的，也有港口，也有火车头，所以讲埔子的病院现在遮济可能这嘛是原因之一的。阮来个遮头拄行老街的导览，会感觉讲真诶，遮的诊所个遮的旧的建筑物保存那个真好。进前的病院诊所，即马有诶毋是改建，就是已经拆掉。馆长讲，因为最近有一寡连续剧要拍片，所以制作团队有来整理一寡无咧用的老医馆，希望透过导览活动传承在地历史，嘛希望互更较侪人了解埔子的过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收集真侪声音、印刷、影视等等的收藏品。最近推出环保科技特展，展览100外件文物，带大家了解这个超过1世纪的环保科技是安怎发展的。这台古董的留声机，由收藏者长期干那到大家会当唱出音乐。高雄科工馆推出环保科技特展，为过去也无手机啊、电脑时人是安怎联络，到大科技愈来愈进步，环保科技演变过程，包括世界上世代留声机、全台第一台 Sony Walkman 超过2triệu元的电影机啊等等，来展出1世纪前的环保历史。感觉手机仔的进步真厉害。馆了这边，我感觉学到真侪。我上趣味的是迄个电话进步，我感觉真厉害。有看到迄变声器，会当互查某的声变查某的声，查某的声变查某的声。5位学生囡仔得到古迹装饰品、对镜头比动作翕相纪念，还有即马流行的翕相机、拍卡墙等等，学生囡仔拢算甲真趣味，嘛拍破过去大家对博物馆旧搁无聊印象。只要你会当甲恁朋友会当伫遮翕完相了后，随时就甲即个相片印刷出来。另外，我嘛伫阮即个店内底有设计一个会当互你感觉伫电影、电视的即个摄影棚内底，敢若伫翕相，还是访问的即个场景。高雄科工馆收集环保科技物件有5万外件，是国内难得伫声音、印刷、影视、电视4大类拢有展藏的博物馆。即摆展出100外件物品，为文字、声音到影像，超过1世纪的环保科技文物历史，等待民众来研究。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第43届5山联奖今日举办颁奖典礼，今年计共有4个得奖人，包括着台湾歌剧教父詹道雄、散文作家陈烈、小说家赖香吟，也有一个摄影家谢三泰，因拢是对台湾本土文学艺术真有贡献的人。互人学老是台湾歌剧教父的詹道雄，捌摕过国家文艺奖，已经80多岁啊，也是无停落来脚步。对台湾的歌剧发展影响真深，也予伊得到第43届的5山联奖。他从来没有摸过这个奖，他现在说我肯定是有他的重量感。我感觉咱来保证创作，有创作才有意识，这是很重要的。第43届5山联奖拜三举办颁奖典礼，今年计共有4个得奖人，除了詹道雄，还有摕到文学奖的小说家赖香吟，还有散文作家陈烈。作家陈烈伫咧白色恐怖时期，互人按罪名入监狱，关伫咧警备军事看守所关4年外。伫监狱当中看到、听到的，后来拢成做伊写作的养分。这个5山联奖本来宗旨是要为台湾的文艺拍为台湾的文化奠定基础，那希望讲透过文化甲艺术，会当
来展现着人类内底追求自由的心灵。另外一个得奖人是摄影家谢三泰，伊自本是媒体的摄影记者，记录过侪街头运动，透过影像记录台湾走向民主。伊讲摄影有影改变伊的一生。摄影对我来讲是改变我的一生，那么改变我对这个社会的态度，甲改变对这个社会关怀的心情。高山连奖已经是第43届，得奖人有159个人，拢是对台湾本土文学艺术真有贡献的人。主办单位表示，这个奖也希望鼓励台湾未来的创作者，走向有台湾主体性的文化路，继续为台湾创作甲打拼。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用台湾博物馆顶馆之宝空气台湾舞蹈做基础的3D 动画《北大纪游》，呈现300年前蓄英河到淡水采硫磺的故事。台博馆今仔日即来举办这动画首映会，未来也会播送，要互有兴趣的民众来了解这台湾30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到研究小白在展览的空气台湾舞蹈，台湾史研究员阿成是真有兴趣。唔知影是安怎，因竟然登去到300年前的台湾，拄着去永和顶人，做伙对台南往北去淡水来采硫磺。翻山过岭的过程中，拄着原住民在写录的场景，佮看到台北的大湖，互伊是真感动。这是伊国立台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空气台湾舞蹈做拿图去做出来的3D 漫画《北大纪游》，带民众做伙登去300年前的台湾。这部3D 的动画，将迄个即马台湾当地发展吼，包括漫画啦、影视音啦吼，啊，佮有科学规个甲结合起来。延续3年前做舞蹈纪游的精神，为着要将迄当阵的时空背景展现出来，制作团队是真详细去研究史料，将迄当阵的西人啊做目放入去剧情内面。金钟奖最佳男主角陈阿兰配音的原住民女导游，口中嘛是参考观众。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能够把台湾的美好传递给下一代，或者是我们台湾所有的人。一听到说哇要做这件事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愿意来共襄盛举。截取这些我觉得值得推荐给观众的部分，包含场域哦，像这个湿地或者是这个狮球岭，或者是巴黎粉等等，这些我觉得。画面呈现之后，我觉得这个动画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切入，呈现给大家。因为这个漫画是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支持，唔但有台语版，佮有华大双语版、英语版，希望伫大家拍拼之下来推广国家语言。台博馆会安排一天市场来放送，互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来熟悉台湾这段历史。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8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3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